大家好啊，我係阿斌。如果你想喺大亞灣比亞迪雙圈買到性價比高嘅，咁今日呢條片呢唔使睇。比亞迪雙圈呢有好多性價比嘅選擇啊，可以睇聽日嘅。因為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呢個呢係華潤嘅潤溪花園，都係老演員啦，大家都好熟悉嘅樓盤，都係華潤喺大亞灣真正意義上嘅第一個高端住宅啦。想買高端、想買服務舒服嘅高質素嘅圈層，華潤真係頂得過嘅。呢個樓盤講真嘅就兩個缺點，第一個呢就係貴，價單對比同個片區呢高咗差唔多3000蚊一平。雖然話依家有幾套特價9000幾啦，正常呢都係1萬左右，高啲嘅12000幾都有。呢個普遍7到9000蚊，點解華潤咁貴嘅？第一真係圈層，據了解呢，呢個樓盤嘅業主都係比較高端啲嘅。當然啦，收入唔高都買唔起啦，講笑嚇。主要呢係佢嘅服務呢做得真係好，你挑人呢都係用佢嘅物業嘅。仲有呢就係佢嘅園林設計嚇，園林呢真係令成個大亞灣話佢第一，應該冇人反對嘅。大門嘅設計呢亦都係非常豪華，同埋裝修呢做得非常好。佢嘅裝修呢係低調奢華，色調嘅搭配睇起身簡簡單單，但係真係又可以感到高端嘅喎。戶型嘅設計呢都係比較打得嘅。另外一個缺點呢就係佢到商業方面呢冇其他幾個樓盤咁近啦，由門口到五大商圈嗰度呢要行路都要10分鐘啦，800米左右。另外一個呢就係騎樓嚇，要等到1年幾嘅時間，你可唔可以等到？今次呢有2個新戶型出嚟，一個係129，另外呢係82嘅，95同115同之前嘅一樣啊。近排都有活動啦，但係力度唔係好大嚇。其實好多客戶接受到佢嘅價單，但係接受唔到騎樓，你點睇啊？